哇！見到佢，我呢個假牌佬嘅魂都燒緊起身啊！Hello everybody，今日睇下呢款啦，正版授權啊，谷印動漫出品，遊戲王 5DS 嘅流星龍啦。咁啊，廠家都好直接啦，已經直接上實物拍攝啦。畢竟寫嘅係6月份開始出貨，我就係唔知準唔準時啫。咁啊，外觀方面咧，對比阿代子 FIS 嗰啲骨刺風嘅設計咧，我都係中意呢種原版嘅設計多少少啦。咁啊，產品數據方面啦，咁呢次翼展啊接近55厘米啦，整體高度有25厘米，哇，又係一隻跪霸級嘅選手喎。咁啊，產品特點咧就係同條效果嘅光環啦，話我即刻可以買張星塵龍，再加埋個方程式同條仔擺翻喺兩邊。咁啊，然後就係呢個頭部同尾部嘅多段關節設計啦。我覺得咧買龍最緊要嘅都係睇呢兩個位置可以益幾多嘅啫。咁啊，另外咧仲可以還原動畫入邊嘅攻擊形態，我覺得其實夠玩嘅啦。咁啊，最後又到講錢傷感情嘅環節啦，169啊，預計6月份出貨，有興趣記得留意下咯噃。咁啊好啦，呢期分享就到呢度啊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